嗱，如果嫌吉隆坡市中心太過繁華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喺呢一度滿家樂區買樓㗎。呢一區嘅尺價咧，差唔多就係800至到900蚊馬幣啦，差唔多就係1600至到1800蚊港紙。咁而且咧，呢一度咧亦都好多外國人聚居㗎。咁啊，家長們咧亦都好中意呢度，因為附近有3間國際學校。馬來西亞嘅國際學校出名學費唔貴，而且同英美澳等國家嘅課程銜接，學生出國深造都唔難。近呢5年啦，滿家樂區新樓越起越多，日籍人士都中意喺呢一帶聚居。但你睇睇嗰區嘅二手單位，面積1448平方尺，依家叫價係130萬馬幣，大約係260幾萬港紙，平均每方尺咧賣緊1800幾蚊港紙。單位入伙5年，保留交樓嗰陣送嘅廚廁設備，家具亦都係算新淨，基本上即時就可以住得啦。客飯廳連開放式廚房係屬於長方形，3間睡房分佈喺廳嘅兩邊，慳翻咗走廊位。嗱，本應咧就係幾件使噶啦，但係呢款開則咧，亦都係局限咗家私擺位喎，好唔好使就見仁見智啦。主人套房都唔細，有個大型嘅入牆衣櫃，仲可以3邊落床添。屋主仲做咗一個通透嘅洗手間。而2間客房啦，其實擺放大張啲嘅床都得，仲剩翻唔少空間添。我睇係多啲地嚟買咯。如果你話有錢嘅話，你真係有機會去買地可以發展咯。呢度嘅地平好多咯。你去香港、去英國係好貴咯，所以機會呢度仲有咯。阿 Man 喺英國修咸頓長大，3年幾之前同馬來西亞籍嘅太太結婚，之後嚟咗吉隆坡定居，仲做咗發展商。佢喺